Hello，弟兄姊妹平安，我係當年叔叔啊，歡迎你又嚟到當年叔叔嘅福音補給站。第一集我哋講過自己俾人卸鑊嘅時候嗰個嘅處理方法，但係如果你係團隊嘅 leader，發現你自己嘅下屬或者整個團隊咧無端端就俾其他部門卸鑊，咁你會點做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會怕破壞呢個跨部門嘅關係咧，就叫下屬咧就忍忍算啦咁樣樣。咁但係結果手下就會心寒，甚至會離職。但係如果直接同佢對罵咧，咁又破壞咗合作。咁到底點樣先好咧？咁樣樣，我哋作為基督徒，亦都係一個 leader 嘅時候，就正係要帶領團隊實踐以弗所書4章15節裏邊嘅教導，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做 leader 嘅公義咧，就唔係去幫下屬報仇嘅，而係用真理去守護下屬，用愛心去化解衝突。今日當年叔叔同你分享3個實踐嘅行動。第一，對內嘅係用愛心保護，用真理建立呢個安全感。私下先同下屬處理佢嘅情緒，辛苦你啦，有我喺度，我哋一齊去面對啊。然後就帶佢抽離負面嘅情緒，去整理個時間軸啦、email 啦，同埋啲會議記錄。我哋唔係用情緒去反駁，我哋用事實同數據講嘢嘅。第二，對外用真理去澄清事實，用愛心去留有退路。對外溝通嘅時候咧，擺嘅係客觀事實，將個 focus 個焦點咧係留喺解決問題上邊，讓地方一個台階。例如咁樣講，我哋今日開會係為咗釐清事實、解決問題，而唔係指責任何人。我保護我團隊，因為佢的確係跟個規範執行嘅。但係如果流程上有需要改進，我哋都願意去調整。第三點，對於組織，我哋要建立一個 RACI 嘅透明機制，去打造愛嘅文化。喺個 project 開始嘅之先呢，我哋用文字記清楚嗰啲責任，邊個執行噶啦，邊個負責噶啦，係邊個係可以被諮詢噶啦，邊個係被通知噶啦，讓誠實成為一個預設嘅數值，卸鑊嘅空間就自然會大減噶啦。同時要各個團隊都知道誠實去尋求協助係遠比掩飾或者係卸鑊更受尊重。當主管帶頭用愛心同真理去處理問題嘅時候咧，團隊就唔會再互相指責，大家都可以喺職場上邊一同咁樣去凡事長進，形成一個健康嘅成長文化。如果你而家帶領緊團隊，面對緊跨部門嘅壓力，歡迎你喺討論區留低一個祈禱嘅符號，當年叔叔會特別為你禱告，求主賜俾你勇氣同智慧去做一個有擔當嘅 leader。呢度係當年叔叔嘅福音補給站，記得點讚啦、訂閱同分享俾其他弟兄姊妹。我哋下條片見啦，主內平安。